嚟到台北嘅第5日，咁我起身嘅時候其實已經11點㗎喇，所以即係落樓下松屋醫下肚先。咁今日嘅行程唔多嘅，最主要係去南港嘅拉拉 Port 啦，同埋回程嘅時候會去大巨蛋。咁今日我第一個目的地就唔係去拉拉 Port 先嘅，而係去拉拉 Port 對面嘅中信兄弟旗艦店。咁佢旗艦店啲應援毛巾呢，都算係買得一乾二淨嘅。呢度呢，就係啱啱開咗1個禮拜唔夠嘅南港拉拉 Port。
咁喺呢個南港回程嘅途中呢，我就喺國父紀念館站落咗車，準備去大巨蛋打個圈嘅。咁因為聽日先至係中職嘅開幕戰啦，今日大巨蛋呢邊呢就特別靜嘅。不過行下呢，就發現到一啲意外嘅驚喜。咁自從大巨蛋起好咗之後呢，中職嘅開幕戰呢就會安排喺大巨蛋進行。由上年嘅總冠軍中信兄弟以大巨蛋作為主場，對住亞軍嘅統一獅嘅。咁行到落下層呢，就突然間發現，因為聽日係中信兄弟以大巨蛋作為主場，所以呢度係開咗一間中信兄弟嘅限定快閃店嘅。佢入邊嘅商品呢係比南港旗艦店嗰邊係更加齊全。咁不過大部分嘅受歡迎嘅應援毛巾呢都係冇貨嘅，佢哋聽日開幕戰嘅時候先至會再補貨。咁喺呢個快閃店隔離呢，就有另一個 event 嘅，就係呢個2024年 P12 世界棒球12強賽台灣勇奪世界冠軍嘅展覽嚟嘅。
今日嘅行程呢就比較短嘅，因為出邊呢已經開始落大雨。咁我酒店呢就喺西門町嗰邊嘅，而家呢都係趁早返去附近食啲嘢，跟住返去早啲休息，因為聽日應該都要冒住雨呢去大安區嗰邊睇波。咁今日嘅行程就係咁多先。